后来继续来看卫福部长陈时中再去到宜兰酒厂来看猪肉产地标示，对这个台酒会当超前来报数相当的满意，嘛希望这标示的成分遮尔透明，会当互民众对食品有信心。啊，甲问讲，为什么这届英国转来台湾的班机防疫的措施无像进前武汉包机遐尔严格呢？陈时中讲，因为即摆对病毒有搁较侪掌握，所以已经有相对应的防疫的措施。啊，上界趣味的是，陈时中手提烟枪，当作是麦克要来讲话，啊，若会无声咧，才知影混唔对去咯。手举红角烟前，险啊当作麦克。卫福部长陈时中专工去宜兰的酒厂巡视猪肉产品的标示，包括红壳猪脚、花雕、油来肉等等的包装产品，台酒拢已经完成标示，连这个红壳烟前的成分对倒位来，嘛要讲个清楚。对于原产地越重视，那将来的生产品质就越好。啊，所以这做清楚的哈，而且台湾猪肉啊，虽然肠衣非常的少，但是也是清楚的标出来，哦，是西班牙的肠衣。另外，针对外界的质疑讲，为英国飞转来台湾的班机，敢若无像当初武汉包机时阵遐严，但市长嘛讲，迄是因为咱对病毒已经有相当的掌握。因为武汉那时候封城，那英国并没有封国，啊，这两个情况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三个不一样是，现在对于病毒的了解，比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了解的更多。针对英国转来台湾的人，伊身份敢会阁限制，以及目前已经入境的旅客伊健康状况，但市长嘛讲，拢伫持续追踪甲掌控。